千祈唔好諗住持有現金就係冇交易，空倉其實都係一種交易。你押注緊嘅係通縮，你喺度賭緊你手頭上嘅現金將會越嚟越值錢，越嚟越有購買力。然而你亦同時面臨踏空嘅風險，貨幣貶值嘅損失就係你潛在嘅損失。20年前你買層樓就咁眯埋眼等佢升值，你嘅身家起碼漲1倍。但係由2020年開始，如果你買樓嘅話，你反而冇揸現金咁着數。喺適當嘅時候作適當嘅資產配置係何其重要，認知非常緊要。當你認知唔到位，你就有機會因為做錯一個決定而付上沉重嘅代價。人生本身就係一場資產配置博弈嘅遊戲，每一日我哋都要認真去思考，去考慮我哋寶貴嘅時間應該放喺乜嘢嘅地方，放喺家庭啊，放喺愛情啊，放喺事業啊，還是去吃喝玩樂啊。我哋要喺呢幾個範疇裏面揾到一個最適合嘅配置，去投入我哋嘅時間、心機、精神。持有現金唔代表冇風險，重倉all in某隻資產亦都唔應該係我哋要揀嘅大方向。有啲生咗小朋友嘅朋友同我講，生小朋友嘅風險好高啊！而家啲小朋友當佢哋大個咗，佢哋未必會有個心去孝敬你，甚至為你養老㗎。佢哋經常分享，與其將寄望擺喺小朋友嗰度，不如以一種情緒消費嘅角度去對待生小朋友呢個人生決定。可能真係喺呢個年代咧，養兒防老呢個諗法咧，真係未必行得通㗎啦。你覺得呢？愛情同婚姻其實都係一種非常特別嘅資產，我哋需要以特別嘅策略去對待呢種咁特殊嘅資產。例如一位女士啦，如果覺得佢身邊嘅伴侶非常有升值嘅潛力，就算呢一刻可能佢嘅事業唔太順利啦，其實佢都仍然可以等待，因為好多男人嘅事業要到40歲甚至50歲之後先有個爆發式嘅增長。持有呢一種資產需要非常之有耐性。當然啦，呢啲有潛力嘅股票都會有潛在暴雷嘅可能性，所以當一位女士等佢身邊嗰隻潛在股票爆升嘅同時，亦都可能要有一啲後備嘅方案，以防不時之需。活到呢一刻，你覺得你人生嘅資產配置如何啊？愛情、家庭、婚姻、事業係咪都有一個好好嘅組合啊？我係香港占記，期待透過我嘅出現，可以同你分享更多資產配置及退休理財嘅可能性。